大家記唔記得2022年5月6日，陪伴香港人逾40載嘅東鐵線中期翻新列車，即係大家熟悉嘅烏蠅頭，正式退役。呢款由80年代電氣化火車翻新而成嘅12卡列車，一直係新界往返市區嘅大動脈。講起烏蠅頭，你最懷念嘅係佢特有嘅頭等車廂，定係嗰種充滿人情味嘅擠擁感覺呢？隨住東鐵線過海段開通，依家全線已經換晒做9卡編組嘅韓製 R Train。為咗緬懷當時嘅感覺，片段結束之前都俾大家睇一條行車片段。
最後，我哋都好珍惜你哋嘅留言，歡迎訂閱我哋嘅頻道，我哋係 Rail Tutor。